这个各县市嘛开始出招来抢人客，像台东就来锁定团体客，只要超过20个人带2名，就送森林公园，也则是富山河戏区的门票。若是超过100个人愈好康，会当免费来耍特色的行程。若桃园市内是锁定家己的桃园市民，就网去登记，就会当抽500块的电子旅游券。摕这个券到观光工场、到农场、到游乐园，拢会当兑现金。若大家上界关心的振兴券要安怎来发呢？这个国发会主委姜明兴本地讲，为了要方便加收入户，会当直接由地方政府送到厝。但是过无偌久，佫改喙咯，讲后个月才要来公布。今年新加坡也有3。替台东山徛台新任的国发会主委姜明兴到台东去了解地方产业的发展，因为大家上爱关心的是振兴券安怎发。昨早起伊讲，加收入户直接由地方政府送到厝，要不过后来伊的讲法有改变。下个月就会公布了，好不好？哦，谢谢。中低收入部分不是说都已经确定用现金的方式了，好吧？讲后个月就会决定，其他无想要加讲。县政府方面是希望讲流程愈简单愈好。对，简化行政程序其实是对民众最有感的一个方案。坐去球看风景，有真个县市趁振兴券的热潮伫加码。台东锁定团体游览超过20人，带2名送台东森林公园，也是富山河戏区的门票。51人以上送农特产，100人以上送特色的游览，300人以上佫会使坐热气球。通知是锁定通市民，依照市民卡号码上网络登记，就有机会抽到500块的电子旅游券。初期限定1万个名额，6月2日开始实施。各县市政府拢伫刺激地方的消费，希望讲会使带来经济活水。